先啊，继续来看家人这间银河小食店的传播链是继续来扩大。讲这个海洋大学确诊的迄位老师，除了21号有甲朋友来到这个银河小食店之外，25号嘛甲高雄树德科技大学2个体育老师，甲台北商业大学一个体育主任，到台北市中山区的一间酒店去消费，5间到2个5、6场所，甚至牵连到5间的学校。这是让人真担心，因为这个消费的地点拢伫室内，佫有密切接触的可能，加上这个疫调困难，所以这条的传播链恐惊会继续过来摊开。银河小吃传播链现在持续在延烧，而且现在更传出呢，在这个月的25号确诊的海洋大学老师，曾经跟另外3名老师来到台北市中山区的这一间帝都商务会所消费。伫网络顶查这间商务会馆，都是俗称的礼服店。这栋大楼看起来呢，一般的上班外口嘛无招牌。平常就上班到了，我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。那到了晚上就晚上就比较复杂一点。虽然传出有较真正来过大楼员工游玩正常出入，这个传播链也对海洋大学的老师开始讲。伊21号捌和2个朋友去银河小食店，23号出现后听镜头，27号主动去采检，第28号确诊。不过，虽然身体无爽快，25号伊又和树德科大2个体育老师，佮有台北商业大学的1个体育主任，做伙去台北市中山区的帝都商务会所。因去过所在，台北市第29号才公布。消息很光了后，学校赶紧通知有接触的师生。虽然教育部无明文规定公教人员袂使去不同的场所，不过因为未少人客无愿意讲家己的行程，恐惊会更较歹追查。即马疫情佫继续咧传，老师佫甲病毒早登去学校，恐惊嘛会增加为着病毒的变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